做自己中文嗰個平台，因為係有好多中文嘅練習，係可以令到我認識多啲中文嘅知識，同埋做完嗰日嘅練習，可以有金幣同埋分數，咁就我可以攞啲金幣嚟買食物俾阿書蟲，同埋可能有時我就嚟買啲裝飾嚟裝飾書蟲嘅屋。大家好，我叫蔡雨晴，好開心，今次係我第2次獲獎，多謝爸爸媽媽嘅鼓勵，我會繼續努力，下年爭取更好成績，多謝各位。我最中意 iLearner 中文科嘅聆聽部分，因為故事內容生動有趣，而且播放完結後可以再次閱讀文章內容，不但讓我學習新詞語，而且又可完成閱讀理解練習。好中意做 iLearner， 因為可以賺金幣，養我條書蟲，可以餵佢食嘢，仲可以俾玩具佢玩。我喺嗰度學咗好啲嘢。大家好，我係陳許玉。首先呢，我想感謝我學校、吳老師同埋父母鼓勵我去做自愛平台嘅練習。我好中意自愛平台嘅練習，係因為時間好自由啦，同埋佢完全係冇壓力嘅。我好中意閱讀理解，因為入邊啲文章故事嘅內容呢都好豐富有趣噶。我好中意文言文，佢可以幫我了解更多嘅文言知識。我都好中意平台嘅遊戲，佢可以令我邊玩邊吸收好多知識。經過1個學期嘅練習呢，我考試成績進步咗16%添。我同屋企人都好開心噶。而家我每個星期都會去做練習，佢已經成為咗我嘅習慣噶啦。我好中意自由平台。首先我要感謝 iLearner 給我搭建的這個平台，其次感謝老師的教導與鼓勵和父母的支持，今後我會更加努力。我好鍾意呢個平台做練習，係因為如果我做到好高分，就可以買到好多金幣，我可以用呢啲金幣買到好多唔同嘅物品嚟養我嘅書蟲，我亦都可以用呢啲金幣買好多禮物分享俾我啲朋友，所以我好認真做練習㗎。我中意用自愛中文平台學習中文，因為入邊有好多唔同嘅文章，可以喺文章入邊學到好多唔同嘅字。我喺玩遊戲之中亦都可以學到唔同嘅成語。我最中意就係幫我嘅書蟲佈置家居。我好中意喺 iLearner 聽故事，有普通話同廣東話，我會繼續努力㗎喇，多謝。